哎呀，我说了话，当时你不是在烧包了的，那个是个不烧你的回话，我在烧楼上的，那不是烧你的。不开心。今天那边其他人拐弯去，把我说了，那咋就收？他起码收进来也是收进来。你看现在大巴车那一根儿就往下，包拿包着，专门抽过来。不是我把你骗到这，我就给我抽嘛。这个最近的大的可长。俺那这个手机以后搁兜里在那城管开车去了，他把那车推着去了，这行里要跌心了，不怕城管的。我他妈看见那车的呢。路标，哦，好像看见一个路标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写的北一条，北一条。哦，这两天大环境不好。我不知道那个牌子是不是北一条。你再看看这个拐弯处。哦，
这种说的，反正人家给我起个名牌，人家说的，俺妈不也意思是我不给他让路他了，我说我哪知道那是你俺妈，我还没什么想不到的。钱我